国民法官法今年实施，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，目前有50多个案件拢有国民法官的参与哦，也毋过嘛发现未少问题，所以呼吁讲，国民法官的制度爱哪做哪改善。今年正月开始施行的国民法官法，让国民拢有机会通参与审判。到打过来，大约有50多个司法案件有国民法官参与。民间团体认为，这通互职业法官了解民众的想法，也通互大众知影司法运作的状况，但是也有所在需要改善。在我们一般案件如果稍微复杂一点，有时候还准备程序不会一次，有很多次。然后会一段时间，那审理庭有时候也不会这么集中。可是有国民法官以后，判谁没有了，你就是在可能压缩成1、2个月的时间，你要所有要证据调查，所以证据提出。目前规定，本刑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，而且有发生死亡的案件，国民法官才通参与审判。民间团体讲，因为这款案件的被告大部分拢认罪，律师通辩护的空间就较矮，所以真好找愿意承办的律师。找到律师了后，因为时间压缩，律师阁是面对长时间投入调查的检察官，小连续影响辩护的强度。呼吁司法院在辩护人制度的部分，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协助辩护人。至少第一个，你相关的教育训练能不能协助律师公会办理？比如说每个相关案件的一些训练的资料，也一样提供给律师公会或者是法律辅助基金会。民间团体认为，要增加律师的教育训练资源，提高律师接手这个案件的意愿。针对国民法官的挑选，民间团体也希望会当避免性别不平均的状况。在参与审判进前，也要说明相关人权公约、反歧视公约等等，让国民法官有充足的了解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